相传，乙国当朝丞相千金，名叫苏冉冉。他出生之时身带剧毒，后得高人相救，大难不死。苏冉冉在丞相大人和母亲初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。爹爹输了，咱俩，哎呀，爹爹又输了。苏家人丁兴旺，苏冉冉更有9个堪称人中之龙的哥哥。我劝你还是识相点。长子苏毅，招还是不招？人称笑面虎。次子苏绰，当代华佗，悬壶济世。三子苏泽，剑术天下无双，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。四子苏嘉，身形矫健，力大无穷，精通各派拳术，独创一门，成为一代拳师。五子苏南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文善武，京城大家闺秀无不爱慕。六子苏圭，御膳房主管，做尽天下美食，皇帝赞不绝口。七子苏简，女工出神入化，皇亲国戚纷纷慕名而来。八子苏芮，书法大家，绘画技艺亦无人能及。多少人花重金，只为收藏他的真迹。幺子苏颂，满腹经纶，博览群书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年纪轻轻，已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举国上下慕名而来拜师学习的人，络绎不绝。另外，在苏冉冉身边，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绝世佳人——苏冉冉的表姐梁天，人称女诸葛。她精通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举世无双。而苏府众人的平静生活，甚至整个江湖，都即将因为苏冉冉心血来潮的逃婚，而被搅得波澜四起，鸡飞狗跳。师姐啊，你可千万要拖住我的3个哥哥呀！拜托啦，走，小豪。唉，兰花呀兰花，当初你的花种还是二师兄送给我的呢。转眼都过去3年了，等你开了花，我就到山上去找二师兄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不好了！你爹派你哥哥们接你回家成亲了。什么？成亲？小师妹，九师兄身在京城，甚是想念你。听我爹说，丞相大人与秦将军已经在圣前为你和秦二公子定下婚约，闹得京城是沸沸扬扬。不日，你的诸位哥哥即动身前往太乙山接你回家成亲。
妹妹，你不要再跑了！妹妹，不要跑了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别跑了！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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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能跑呢？哎呀！妹妹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哎，是你，我妹妹呢？哎呀，非礼啦！快来人呐！九师兄，多亏了你的通风报信，才让我有时间和师姐谋划我的逃婚大计。竟敢在我太乙派公然挑衅我们掌门千金！哎，真是罪过呀！我杜瑶兵虽然模样生得标致，可是人家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，偏偏有你们这种登徒子上门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师姐，你说吧，让师弟们怎么收拾他们？哎呀，来劲了是吧？请杜姑娘恕罪，在下见妹妹心切，一时疏忽，冒犯了姑娘，还望杜姑娘多多见谅。哎，你别碰我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，三哥，快跑啊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！让开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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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。也不知道二师兄现在在干什么呢。哥哥，哥哥。二师兄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杜姑娘，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还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知难而退走人了呢，还在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我妹妹给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。好啊，既然苏家几位公子想在我太乙山多待几日，那我也不能怠慢了各位。你们几个去，把中午喂牲口剩下的干粮拿来，给几位公子当晚膳。你说什么？
你说什么？杜姑娘不必客气，我们3人今天冒昧打扰，已然过意不去，我们这就准备下山回家。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哎呀，我这算了，是师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，小师妹不见了！什么？哎呀，你给我小声点儿！我不是让你去后山小屋接冉冉吗？我去了，那屋里没人，周围我也找了。师姐啊，你说这小师妹该不会又迷路了吧？哎呀，这个笨蛋！让他下山又转又转又转，又给我迷路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找啊！去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先找到妹妹的。二师兄，自从上次你把我从一仙谷接回来，已经3年了，你不下山，也不让冉冉上山。冉冉好想你哦。好了，小毛，带我回后山茅屋找师姐他们去吧。走。琳琅，你一不逃走，可真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用护法还是那么厉害，可是我是奉代公主之命来太乙山寻找月亮花种，青天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。日轩，你这么阻挠我执行青天姐姐的命令，她会伤心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叶青天的话？青天姐姐代替公主掌管月灵宫，整日忙碌。可这些都比不过你对她的忽视。她这么爱你，可你却只爱那个月影。月影这个名字，是你能叫的吗？我们应该往哪边走来着？小毛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记得师姐好像说过会经过竹林来着。还好我想起来了。走喽，小毛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月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，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
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？或者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？你默默地守在睡在树林里的姑娘身边，青年姐姐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住手！日轩哥哥，你的月影中了我的魔音，可不认得你了哟。二师兄，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他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这里危险，带他回京。
小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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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冉冉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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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冉冉这个猪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师姐，你说这都找了一夜了，小师妹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师姐，小师妹莫非不是迷路，而是她……让你说，还说！我看你这个嘴啊，除了吃饭也没什么用。来，师姐帮你撕了它。没，二师兄来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冉冉被哥哥送回家了。什么？哎，萧儿，你可害死冉冉了！刚从虎口出来，就被你送进狼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？啊！住手！住手！月影，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你做噩梦了？嗯，可怕的梦。没事，啊，有哥哥们在呢。嗯？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妹妹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在竹林里遇到了2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互相大打出手。啊？那你受伤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2个，一个自称是左护法琳琅，另一个自称右护法日轩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1个2个是要死吗？妹妹都被吓成这样了，还问？妹妹，想不起来呢，咱们就不想了啊。嗯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回京城了。我昏睡了多久？2天2夜。你的毒已经解了。3年了，月亮花种已经快成熟了，你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而我。到现在还不知道9瓣灵芝的下落。这3年，你把它照顾得很好。接下来，就该由我来保护它了。你会害了它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走吧。在月亮花种成熟之前，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不会让它受半点伤害。3年没见了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们岳灵公入侵太乙山，你会放任小师妹的安危于不顾吗？没想到你这么了解我。3年了，我还以为你放弃了。我的命都是他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你知道，他要成亲了。
对方是将军之子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说过了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，她也绝对不会嫁给别人。太好了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？你们注定会在一起，什么金针入脑，什么失忆，统统解决了就行了。来，赶紧去找他吧。告辞。去，撤！妹妹，来吃一口，啊？不吃。那你想吃什么？跟哥说，哥带你去。没有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还在怪哥哥们把你从太乙山接回来呀？魔教入侵太乙山，现在那里很不安全，我们不可能把你留在那儿啊。魔教的人来了，有二师兄和师姐保护啊。就是你二师兄，让我把你带回来的。妹妹，你多久没回家了？3年了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当年爹爹和娘亲把你送到太乙山去疗养，可逢年过节你还是会回家的。但自从3年前爹娘从太乙山回来之后，就禁止我们再入山了。这3年你就不想哥哥们吗？想，可是我不想成亲。我们也不想让你成亲，可是这么久没见你了，你哥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家是一定要回的。现如今魔教为祸四方，太乙山很不安全，只有回家，天天看到你，我们才能放心。成亲的事儿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啊？对，从长计议啊！妹妹，吃一个吧。哎，娘亲。娘亲。娘亲因为太过思念你，积郁成疾，病倒了。娘亲，娘亲怎么会病了？七哥，你快带我回家，我要去看娘亲。好妹妹，娘的病有咱二哥在，不用担心啊。只要你肯回家，娘的病肯定就好了。那我们快回家。好。走。走。